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这个中国新闻网他刊登一篇报道，叫房价开始企稳。我想很多人对房价到底是继续下跌，还是企稳，还是上涨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对2025这个房价的走势比较关心。那么作为中国新闻网他居然报道说房价开始企稳。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楼市开年有了更多暖意。2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70个大中城市1月房价数据，中国1月新房价格跌幅连续第5个月放缓。彭博社报道称说这表明随着政策制定者加大力度结束房地产低迷，房价开始企稳。三里河分析发现，得益于稳楼市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房地产市场出现3个重要现象。第一个是持续回暖，1、2线城市回升动力增强。说1线城市依旧是当仁不让的领头羊，1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均环比上涨 0.1%。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对三里河表示说尤其是上海、深圳两地涨幅明显，伴随着二手房成交量保持高位，市场已完成筑底过程，处于回升阶段。二手就是2线城市也带来惊喜。1月2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1%， 为2023年6月以来首次上涨。他说这一变化尤其引发关注，其中南京、杭州、成都、武汉等地的政策效果展现，回升动力增强，成为本轮复苏的带头城市。记住了南京、杭州、成都、武汉回升动力增强。那照这个逻辑的话，后面就不应该不要再出刺激措施了，因为已经回升动力增强，房价都开始涨了，你不能再炒就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说要炒房吧，只是要止跌回稳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4个字从哪儿来的。那我们就关注这4个城市后面还会不会出什么政策，还要不要救市。如果一旦要救市，那就是打脸。第二个特征是淡季不淡，新房价格上涨城市数量增加。1月中国新房价格上涨的城市数量持续增加，从上月的23个变成24个，多了1家。春节假期一般不算是房地产销售旺季，但今年春节很多城市楼市延续了节前止跌回稳态势，总体活跃度相对较高。说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春节假期28个代表城市新房日均成交面积较上年增长 8%， 其中广州新房网签量较去年增长 47%， 北京小幅增长 5%， 成都、南京、武汉等城市成交量均有明显增长。充足的房源为购房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安居客线上数据显示说1月百城二手房挂牌量230万套，同比去年增长 19%。 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二手房挂牌量增加了 20%， 那就有更多的人把房子往出挂要卖，这个有点要叫落荒而逃。淡季不淡的积极趋势极大提振行业对即将到来的传统旺季金3银4的新进入期待。一位北京置业顾问对三里河表达乐观看法，一方面政策效应仍在释放，另一方面购房者需求依然充足。第3个特征说是改善领跑，高品质房源价格上涨动力强。三里河注意到房企信心在逐步改善，优质项目的供应成为新房价格上涨的重要动力。安居客重点监测了全国重点66个城市，数据显示100到150平米、150到200平米、200平米以上的40，以及以上户型热度占比维持向上趋势。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等城市144平米以上的新房价格涨幅较为明显。这个我认为有可能因为一个是它是新房，这个新的项目它的品质跟老的不一样的，肯定是有提升，无论是小区的环境还是周边的配套，对吧？还是它的设计，这个肯定是不能同日而语。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得房率全部提升。这个昨天节目说了以前都是实用面积只能达到 70%、80%都不到，那现在它叫得房率，对吧？你买100平米的房子，你回去一看它能有120平米，它价格按100平米算，所以说显得这个价格涨了很正常。张波认为改善型需求占比的提升依然是一个相对明显的趋势，核心城市优质板块的韧性将成为2025年市场的主要支撑点。房贷利率下行
背景下，近期南京、杭州等城市调降二手房交易税费，进一步推动了改善性需求入市。虽然当前二手房价格表现和新房仍有差异，但总体上看，高品质二手房价格预计开始进入新一轮涨价通道。房地产市场持续止跌回稳，假如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相互支撑，互相强化。说进一步稳定房价需增量政策尽快落地，包括推动存量盘活、去库存、城中村改造，带给住房交易源头活水。这个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呢，他这个说法这自相矛盾呢。既然这个南京、杭州成都、武汉这个城市新房价格回升动力很猛，那怎么还要增量政策干啥？难道还要炒房？这个叫自欺欺人呢。现在媒体中介都开始鼓吹这房价在涨。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各自都有各自的判断。房价涨的前提，那是韭菜都蜂拥入楼市，拿着钱去买房，房子出现供不应求，这种情况下房价会涨。我们还不考虑二手房，天量的二手房要往出放，那现在韭菜都拿着钱往楼市冲吗？韭菜怎么突然就有钱了呢？韭菜有没有钱？我们先看一看现在韭菜是遭受什么样的一个局面？首先这个有媒体报道，2月18号说山西乡镇环卫工被欠20个月工资。2月16号，山西吕梁网曝临县多名乡镇环卫工人遭拖欠工资去讨说法。2月18日，一环卫工家属表示，父母都在村里做环卫工，1个月600元工资，已经欠了20个月，仅2023年发了一部分，其余至今都没有发，横跨3个年头。以前跟镇政府干的时候没拖欠，后来被公司承包就开始拖欠了。去年就有人去县里讨薪，但没有要来，现在领导说1个星期给解决，至今也没有动静，环卫工人都停止工作了，等要来钱再继续工作。临县叫毕节园环境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说我们都在想办法解决，也在积极协调，因为政府回款不及时，我们的资金压力也大，也就是应收账款他要不回来，公司也不想拖欠员工工资，正在和政府沟通。临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安排各个乡镇领导积极处理需要时间。你看看600块钱1个月，环卫工的工资就能欠20个月，源头是政府没钱给这个承包的环卫公司，那环卫公司他就没钱给这个工人发工资。你说就这种形势下，韭菜的收入会涨？这个还没完，对吧？又一家集团暴雷，无法对付。2月19日网上流传一则公告称，江苏中农集团董事长陈景辉失联，公司目前经营受到影响。另有网传消息显示，中农集团利用中农易购经销商平台集资，如今不少投资者、企业员工的钱已无法取出。2月19日下午，记者登录中农易购小程序，发现多数上架货品出现库存不足情况，无法正常交易。2月19日下午，记者通过官网致电江苏中农集团客服，对方表示，上述公告主要针对经销商，如果有经销商后续还想合作，暂时没有办法接待。记者注意到，江苏中农集团100%控股的江苏飞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因各种合同纠纷被起诉，其他被投资公司还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起诉。不仅如此，该公司投资的东海水晶众联科技有限公司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对于网传消息，2月19日，淮安市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网上的信息以官方通报为准。这个江苏中农集团暴雷，对吧？又有多少人这个资金灰飞烟灭，上上下下又牵扯多少人？刚才说了应收账款我们再看这个新浪财经报道，国家发改委说加大力度推动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这就是应收账款。根据央视新闻，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细化实化举措，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重大共性问题。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通过各种渠道已收集民营企业反映的问题诉求2266项，办结1097项。接下来将与有关方面一道继续下大力气，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这谁拖民营企业账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郑贝表示推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落实责任，用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切实加快清欠进度。此外，继续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按法定程序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同时加快完善行政
证裁量权基准，积极参与涉企执法专项性，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说来说去啊，就是发改委说啊，要让地方政府想办法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就是地方政府还有国有企业，让他们要用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把这个欠的民营企业的钱给结了。你看看啊，发改委都已经发出这样的指示，说明这个应收账款已经不解决不行了，迫在眉睫。你这个国企拿着钱不给这下面民企结，自己把钱存银行，或者自己的钱要不回来，导致下面民企一条线上全部暴雷。根源在哪儿？根源就在国企不给结账，地方政府不给结账，地方政府没钱，国企说我也没，发改委说了，那就拿专项债来解决。说明什么？说明经济形势非常紧张。说到专项债这个华夏时报报道说，化债加速，地方官宣说隐性债务清零，松绑减负效果明显。这华夏时报说2025年开年以来，化债加速推进，截至目前，各地已发行或计划发行用于置换隐性债务的再融资专项债规模超过8000亿元。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随着12万亿元化债组合拳的加速落地，部分区域化债成效显著。今年以来，多地政府在财政预算报告中披露辖区内隐债化解进度及达标情况，更有多个市县区官宣隐债清零，就是隐性债务清零了。就问你服不服？前面发改委说了要用专项债解决民企的这个拖欠问题，这边一个政府说了我们隐性债务全部清零，那边是环卫工人一个月600发不出来，所以你总觉得这个哪儿好像不大对劲。那边是这个融资平台暴雷，江苏中农集团为什么暴雷就出去的钱回不来，然后要兑付的越来越多，没有钱进来，那就暴雷他说化债成效显著，多个市县区隐性债务清零。2024年各地普遍对化债工作给予高度重视，表示用足用好中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全力推动隐性债务置换和稳步化解。多地在预算报告中披露隐债化解进展，同时提及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大力压降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例如，吉林在预算报告中表示，2024年全省存量隐性债务降至1000亿元以下，与上报国务院331数据相比，压降80%左右。全省58个市县区隐性债务清零，占全部市区县的83%。广西表示2024年推动70家融资平台隐性债务清零，守住不暴雷底线。宁夏也表示隐性债务超额化解，隐性债务规模较2023年3月末下降了78%。江苏13个区县也在预算报告中提到了区域隐债清零，其中徐州在2024年预算执行报告中披露，在全省率先实现隐性债务清零。我感觉这跟烧一股一样就是报喜不报忧，盲报。你不说要清零吗？那我就给你清零，对吧？如果你要报了你还没清零，那你说怎么办？要整顿，对吧？上面要派调查组来调查，所以你要报个清零了，完成任务了，那上面就放过了，对吧？至于有没有真的清零，反正鬼知道对吧？不要他叫唤，那就清零了吗？就是没有债主来要债，你不就清零了吗？对吧？债主那是民营企业想跟你要钱，你不让他要，如果再要，那就以刑化债，对吧？把你抓起来，民营企业不敢要钱，那不就债就清零了吗？至于那以后再说所以不要相信这些什么地方政府什么隐性债务清零，这么容易清零，那就不至于累积到现在解决不了这么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零，那你说环卫工人工资发不出来600块，所以在这种形势之下，你非要说房价还要涨，对吧？房价现在止跌回稳，因为以前老说房地产止跌回稳，这个咱们还可以理，因为房地产止跌回稳恐怕指的是交易量，交易量止跌回稳，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有很多刚需房被憋住了，有很多这个改善性需求的它被憋住了，那在这个政策一出之后它很多这种需求就释放出来，交易量上去了，或者稳住了，或者环比增长，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要说房价在上涨，这个很难理，房子毕竟现在是过剩了，不是供不应求状态，你怎么能让它上涨？那些二手房那房东都是以价换量，都把价格往下降，它才卖得出去所以媒体宣传这种房价在上涨，无非就是制造一种焦虑，对吧？让你们有需求的赶紧去买，不买房价开始飞了，对吧？房价起飞了，对吧？你再不买就赶不上这一波了。我们再看这个1月法拍房累计成交额223亿。根据新京报贝壳尔财经消息，日前中指研究院发布2025年1月全国法拍房市场报告。报告显示，据中指研究院统计，今年首月全国法拍市场挂牌各类法拍房源数量10万套，较2024年同期10.6万套减少了 4.3%， 累计成交拍品数量 1.5万套，各类拍品成交价折价率 75%， 总成交
金额223亿元，其中分类型来看，1月法拍住宅拍品成交9063套，成交总金额121亿元，占各类型法拍成交总金额的54%。法拍商业房源成交2848套，成交金额53亿元，占各类型法拍成交总金额的24%。法拍房折价率75%，折价的基础上打75折，评估价某种程度上就是市场价，那法拍房在市场价的基础上再打75折。我们再看啊，这个中国房地产报啊，他今天啊2月20号刊登一篇文章，叫找房热度激增，6小龙带飞杭州楼市。这是房地产报，它是住建部下面的官媒，6小龙带飞杭州楼市。看他怎么说的，杭州6小龙属创业型公司，体量与阿里巴巴不可比，说因此对所在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并不会带来较大拉动效应。中房报记者李烨北京报道说，深度求索 DeepSeek 火爆全球，掀起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春晚舞台上扭着秧歌转着手绢的语数科技人形机器人成为话题性网红，瞬间以深度求索、语数科技、游戏科学、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合科技为代表的杭州6小龙名声鹊起，也将杭州这座城市推向了新的关注度。说瞬间爆火的6小龙也引发了一波杭州的楼市热度。刚才这个媒体报道对吧，南京、杭州、成都、武汉这个房价是强劲有力的回升呢。你看看这个中房报是怎么说的，说2月19号58安居客研究院向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提供一组数据显示，2025年春节后杭州新房市场找房热度相比1月上涨65%，二手房市场找房热度上涨66%，租赁市场找房热度上升132%。除了找房迎来热度外，开年以来杭州土地市场和一二手市场也迎来开门红。2月中旬，杭州3宗宅地顺利出让，共揽金15.3亿元，平均溢价率24.4%。1月杭州二手房市场成交6064套，创2017年以来春节月新高。春节期间，杭州新建商品房签约50套，创下近8年新高。这个给人感觉的数字是相当漂亮，这也引发了关于杭州6小龙对当地楼市影响的探讨。说杭州6小龙会给杭州楼市置业带来很大的信心提升，但其影响或许较难直接转化到需求端。这个专家说啊，此前阿里巴巴在上市后直接造福了一批人，带来了较强的购买力，从而影响了周边的房地产市场啊。这个我在以前节目里面是反复讲这个道理啊，对吧？这杭州楼市为什么能节节攀升？杭州炒房的为什么这么多？就是看中了阿里巴巴以及它周边的这些产业啊，它能造富，它对吧？一批又一批的这码或者这些管理层的啊，年薪100万的，他买个700-800万的房子不是难事啊。而这样的人一批一批的出现了，所以那些人就大胆的去炒啊，炒房客啊，反正有人接盘，你不用担心后面有阿里对吧？有这些人去接盘，所以炒房之风啊，比深圳还厉害。所以我说杭州啊，失去了阿里，它跟济南差不多，你靠那个卖水的、卖鞋的把杭州的房价拉起来，这不是做梦吗？但是有很多杭州炒房的受不了这个刺激啊，有很多网友都看到了。现在靠讲杭州6小龙，你看看啊，这个中房报是怎么说的？说这也引发了关于杭州6小龙对当地楼市影响的探讨。杭州6小龙会给杭州楼市的置业带来很大的信心提升，但其影响或许较难直接转化到需求端。这个是中植研究院的华东大区常务副总经理高院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啊，原因就是它的体量太小，跟阿里巴巴不可比，因此啊，对所在的区域房地产市场可能并不会带来较大的拉动效应。客观上，上述企业的腾飞暂不能直接体现在楼市数据上，但从长远看，科技行业的发展、人才的流入与当地房地产行业始终息息相关。杭州依然扮演着外来人口就业首选地的关键角色，特别是随着 AI 技术在杭州的蓬勃发展，这股热潮不仅极大地吸引了众多中高技能人才，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于杭州憧憬与向往，并会在短期内成为推动杭州租赁市场蓬勃发展核心动力。说来说去啊，还是指望着杭州6小龙来炒房，但是呢，确实啊，这杭州6小龙目前是难堪大任，因为他人少啊，对杭州楼市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只能炒远期的
的预期啊，这些企业以后做大了，整个杭州的科技行业发展了，成为美国的硅谷那你说杭州的楼市它能不涨？最起码对吧？来打工的人多了，租房的多了呢，房租要涨。总之啊是要涨，无非就是讲个故事，让你们蒙着眼去买房投资。但是短期内六小龙它也不起作用，不就是讲故事？然后你看啊，中方报说啊，微妙的杭州楼市，他说杭州楼市仍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截至2024年底，杭州10区商品住宅显性库存仅为30895套，创下近8年来次低点，仅高于2021年热度高涨时期。按照2024年去化速度计算，杭州10区总体去化周期约6.1个月，远低于官方认定的18个月警戒线。他说不过啊，这一数字在各城区之间却呈现出巨大差异。一名杭州房地产从业者告诉记者，杭州新房市场热度延续分化行情，热门区域和热门改善项目热销，而多数外围板块项目去化依旧缓慢。根据数据，主城区的去化周期仅为2到3个月，其中滨江区更是低至0.5个月，外围城区如临安的去化周期高达18个月。二手房方面情况不太乐观，杭房数据显示，2024年杭州二手房新增挂牌达16万套，为近7年新高，挂牌量几乎是成交量的2倍。你看啊，就是卖出一套房，它挂出2套房，你说这么怎么玩？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杭州的新房即便价格在涨，对吧？你今年是10万一平米买的，明年涨到12万一平米，可以，新房在涨啊。但是等你一买这个，不就变成二手房了吗？你说我一涨到15万了，我把它卖掉，对不起，对吧？你10万买的，你只能卖9万，这就是二手房的现状。所有的涨都是账面价值，你要变现，那就是缩水，你卖不掉。要不然杭州的二手房怎么可能卖一套出来2套呢？就会更多的业主挂出来。那这就是炒房的一个特征啊。说一二手房数量的差异也影响着价格。2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1月房价数据，其中杭州1月份新房销售价格指数延续此前上涨态势，数据环比去年12月上涨 0.3%， 同比去年1月虽下跌 1.4%。你看啊，新房跟去年比还是下跌的，比12月涨啊，但整体跌幅有所收窄。二手房方面则延续下跌态势，环比下跌 0.4%， 同比下跌 4.5%。也就是杭州啊，这可是中房报报道的，杭州二手房环比下跌，同比也是下跌的。新房涨，我在这2期节目一直是反复说，新房涨是有原因的，对吧？它得房率给你做了手脚，你感觉房价涨了，实际上它新房房价也没涨，对吧？你要真算的话啊，本来这房子是卖100万100平，它现在110万卖给你，你看是不是涨了10%啊？但是啊，它现在这房子它就不是以前的这个80平米了，它的得房率是110平米，它送了你一个大阳台，哎，现在的项目都这么玩，所以你一看到房价涨，实际上它没有，甚至跌了。就新房啊，就是它给你玩这种。再说品质它也改善了，所以这房价涨跌，跌是真的，你成交那是真的，涨那都是数字游戏啊，本身是制造焦虑啊。他说前沿制成的吸引力，科技公司腾飞的影响力或许暂时不会直接体现在楼市上，但从长远上，科技行业的发展，人才的流入与当地房地产行业始终息息相关。这个他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人口老往杭州跑，尤其是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到杭州去找工作，哎，混下来了就在那买房待下来了。如果都是这种形式的话，那杭州的楼市它能稳着，年轻人都往那儿跑。但事实上是这样，以深圳为例啊，这个房价和你的这个科技的氛围、科技公司数量、创业这个环境是跷跷板关系，对吧？你房价越高，那你这创业的氛围就越差。创业公司都是没钱，都是穷哈哈的，哪有钱呢？都还没拿到融资，他希望越便宜越好。创业公司的员工工资也不高，他也租不起那么贵的房子。所以当你一个城市的房价涨到一定地步的时候，那创业的公司肯定去不了，只能往别的地方搬。哎，深圳的房价涨得太快嘛，2018年、17年，对吧？是翻倍的涨，所以很多企业只能搬走，在那待不下去啊。说根据公开数据显示，杭州互联网人才净流入率已经连续5年排名全国第一，这个就验证了我的判断，对吧？你失去了阿里，你杭州还有啥呢？互联网人才啊，那旗杆、那标志不就是阿里，对吧？围绕阿里转的那很多直播啊，很多公司啊，它都属于阿里那个平台经济的一部分。哎，当我2年前我说失去了阿里，那杭州啥也不是，很多人他理解不了啊，他非要跟你抬杠，他非要说杭州有什么矿泉水还造皮鞋的，你矿泉水造皮鞋的，你只能造富翁，把它让老板富了，你能
批量制造那个中厂。阿里巴巴这种互联网公司，它是批量制造中厂。回顾过去，阿里巴巴的崛起直接推动杭州楼市发展，尤其是那些与阿里巴巴板块相关的板块，如未来科技城，区域内楼盘房价直接因阿里巴巴的相关调整上涨或下跌。从中国城市竞争版图上看，杭州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电商时代的阿里巴巴到 AI 时代的六小龙，为何这座城市总能精准捕捉技术变革的脉搏，孕育出这些屹立于时代前沿的企业啊？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啊，他这总结的也不太对。总体上，杭州的营商环境那肯定相比较其他城市那还是要高出不少的。但是这个六小龙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是真龙还是假龙？这个我没有办法下结论呢，过2个月再看吧。还有没有人提这所谓的杭州六小龙？实际上啊，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帖子，有个叫春之熙的，他发了个截图，说杭州房价跌麻了，坐标未来科技城啊，西溪浦园。他说他这个房子21年4月份买的啊，是89平米，380万，单价是4.29万每平米，就将近4万3一平米，买的也不大啊，89平米。他最近把它卖掉了，叫最新成交，卖了多少万？197万，单价2.22万，那380万买的，197万卖，基本上是腰斩，价格是腰斩啊，但是你赔的钱可不是一半的，对吧？你这么银行利息你还了将近5年4年，你的银行利息呢，对吧？你交易的税费呢，你买房有契税，卖房还有物业费，他这一笔损失啊，恐怕不止200万。最后这个业主说啊，高位接盘的人只叫一个生不如死。然后他最后得出个结论啊，他说杭州六小龙很牛，为啥杭州房价跌成这样？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啊，不管是六小龙还是8小龙还是一条龙，我们在炒房面前还是要小心谨慎。越是宣传六小龙，越是有炒房的嫌疑，越炒房越宣传，越说明这个城市的楼市啊，恐怕是畸形的，就有问题，有很大的压力，面临着回调的风险。那即便上海，它房价也在跌啊，对吧？上海的外环是不是那个房价是一直在跌啊？新房你卖不掉啊。北京也差不多啊，北京5环外的这房子它还能涨，往哪儿涨，对吧？北京、上海的也是这个个别地区啊，就是那种特殊的核心地段，那些房价它不容易跌，或者跌得慢一点，甚至还要涨。但是大部分地方它没有涨的动力，涨了谁买呢？就是最终接盘的人在哪？就是你要买房的话，自己住那是另当别论，自己住你就当做消费。但是如果你要投资的话，你一定要考虑未来谁来买，谁接你的盘，或者你说我也不打算卖，我只是出租，那行，你这房子准备租给谁，对吧？你这租金应该是多少？你谁能租得起？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吧？再做决定。以我看来啊，在杭州你要把房子买了，你说想卖给谁，后面有人接盘，你现在是400万买的，以后800万卖给别人，没这种可能。这个梦啊就不要做了，醒一醒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